大家好吼，今仔日是2023年2月18第75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要伫即摆的文化论坛来颁发2023年世界台湾文化奖。我是今仔日的主持人张秀婉。我住伫 Toronto 加拿大。真欢迎大家来参加。咱今仔日要颁发4个奖，有母语传承奖、美教文学奖、白话字奖，甲台语文化大赛奖。咱一开始，咱要先宣调，咱有邀请一个7岁的囡仔林敏乐，大家拢叫伊阿女，伊真贤讲台语嘛。会晓读白话字，咱即马请阿女。台语讲世界，世界才会有台语。欢迎大家参加2023年世界台湾文化奖颁奖典礼。多谢阿女吼，咱即摆的颁奖有得到美国陈文成纪念基金会的赞助。咱即马要邀请基金会的会长刘炳石教授来致辞。敢有听见？有听见 ？OK， 好。陈文成教授纪念基金会伫1982年成立，有2项重要的事工，就是推动台湾的民主甲人权，以及关心台湾文化，提升台湾意识。所以，陈文成教授纪念基金会 project 拢是台湾民主、人权、文化，这真重要，嘛真有意义的代志。亲像这几年，阮咧设这个伫台湾大学设立陈文成事件纪念广场，这伫2年前完工包场请少年咧看电影最近参与的迄个罗马沟15号包场几年前卡诺请善乡的囡仔看这出鼓励的电影进前牵阮的手，这出电影我嘛伫学校包场顶顶阮的社会关怀奖金自从2014年以来继续颁发。读台湾，高中生、大学生读台湾相关的册，写文章比赛等等民主、人权、文化的活动，因为民主、人权、文化，这是普世的价值，是重要嘛真有意义的代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语言是文化真重要的部分保留语言甲文化，我想到莫德纳迄个创办人的例这边 COVID 应该有真侪人注到莫德纳的 COVID 的预防针莫德纳创办人迄个阿法燕博士伊的家族是对阿美尼亚来啦阿美尼亚迄个边仔大国困掉的时阿法燕的阿公带伊的家族来到迄个 Lebanon 的 Beirut 1975年 Lebanon 内战的时，伊的家族搁迁徙到加拿大即我听拄看真侪咱加拿大人的兄弟所以阿法燕伊是伫 Montreal 读中学伫 McGill 读大学就是恁迄个 Toronto 的隔壁庄嘛Quebec 迄边所以伊是研究所带来美国读。为了保留阿美尼亚的文化迄个阿法燕博士伊到今仔日个一直拢咧讲阿美尼亚的话呢伊搁共拼讲伊的法语会通因为魁北迄边法语区嘛伊英文会通阿美尼亚的话嘛真认同伊嘛出钱出力保留阿美尼亚的语言甲文化。第三点，语言文化运动是有效的非暴力的运动咱知影以色列迄个以色列迄块土地互外邦统治1000多年啦 ，conquer 边仔大国甲强权像巴比伦、亚述、罗马帝国、拜占庭、萨拉丁Ottoman Empire 等等
对四线的民族来讲吼，文化运动特别的重要。透过文化运动这种非暴力的方式，来保守家己的 identity 吼。所以落尾犹太人佫有法度返去因祖先的土地，建立家己的国家吼。啊，真趣味的是，全世界吼得到 Nobel Prize 的犹太人100外个吼。你知咱台湾一个嘛吼，一个啊伫台湾画水的简单吼。啊，迄个嘿，啊，迄个最后吼，有然是关心台湾文化、提升台湾意识真重要的一个部分吼。陈文贤教授纪念基金会继续2年前参与台文通信30档纪念奖的活动吼，啊，真欢喜会当继续来参与世界台湾文化奖这个有时代意义的奖，来继续关心台湾文化，提升台湾意识。简单，以上，多谢大家。多谢老教授吼，啊，咱即马吼，咱就要开始咱的颁奖吼。啊，咱第一个奖是台语文化大赛奖。啊，咱即个奖吼，咱有邀请颁奖人是何信涵教授。啊，何教授吼，伊是罗西亚的科学院的博士。啊，伊伫台中教育大学台湾语文学系做副教授，伊嘛有主持电视节目《台语听有无》吼。啊，我即马就甲时间交互何信涵教授。咱的主持人秀婉姐，咱即个文化论坛的发起人梁光兄，共同发起人迄个陈瑞老师何主兄即个大家各位朋友陈文生基金会的代表老教授大家各位好朋友啦大家，阮遮是算暗啦，阮遮是已经暗啊安尼半暝有诶所在是一熬早安尼好今仔日啦欢喜会当来担任即个颁奖人啦颁奖人颁互即个阿华赛啦我感觉即个奖真有意义啊，因为回顾即个咱的台语运动啦咱一开始一开始的台语运动是要拼制度就是我其实是要想对我早起去参加政府办的一个母语一个纪念活动开始讲起。就是讲早起我去台北参加一个母语一个纪念活动，当然在座有一寡朋友嘛拢有伫现场安尼伊即个活动就是文化部主办，所以文化部的迄个苏特即个部长有家己去还有包括迄个总统府的迄个主政姚嘉文院长甲周清玉周馆长甲教育部是派处长，就是副部长客委会嘛是副主委原民会嘛副主委去。OK， 就是办即个活动真闹热，有真侪本土语言当互相交流。我伫遐有2个感想啦。第一个感想其实就是甲台语文运动未来甲现代甲现在甲将来以及咱等下要办即个奖互阿华赛拢有关联我一个就是讲咱的本土语言已经得到政府相当的支持啦，相当的支持，所以你话中央部会相关的部会拢有来嘛，拢有来，而且因拢共同出钱，出力。咱即马其实若要有啥物本土语言的资源中央政府拢会拨对啊，所以咱的台语运动已经有一个成果安尼，所以因为咱嘛有法律啦，有法律有电视台，有一寡保障的一寡物件，还有一寡资源安尼。好，但是未来咧，我感觉第2点，我早起感慨就是讲，咱用遮济气力、遮济人、遮济钱去办迄个活动，搁伫袂歹的场地，就是迄个咩华山文创园区，就是一般游客嘛会去的所在。但是去参观的民众，嘛有可能，当然有可能是今仔是补班日啦，今仔台湾爱上班，无我想的遐尔济，当然嘛袂当讲真少，但是嘛无遐尔济感觉，无迄种人安尼足济，大家拢一扑扑的迄种感觉安尼，所以表示讲咱未来啦，未来的台语运动有一个真重要的，就是要安怎吸引
要安怎甲即原本无咧讲台语的人，拢 Q 入来讲台语；原本无咧写台语、无咧看台语的人，拢 Q 入来看台语、写台语，趁着政府支持的即个势。因为咱知影，总统大选毋知影结果会安怎嘛，但是就是目前咱的势面也是袂歹啦，但是趁咱势面，圣经讲啊，就爱趁即个日时啊，加做寡工课，因为暗时若来啊，咱就无法度做啊，对吧？就看袂着啊，所以咱趁即马爱安怎吸引更较侪人，互伊入来讲台语，原本无咧讲的讲台语，原本350讲的变成足接讲的安尼，所以我想这是未来真重要的任务花西咧，伫即部分啦，就是做出真大的贡献安尼。咱若看即个台语的影片啦，教台语的影片，其实无偌济人有法度像花西安尼，吸引遮尔济观众来看。而且我知我大家啦，看到花西影片，我听到人咧讲啊，讲有够感动的啦，就是因会去花西的迄个影片的内容。感动着安尼感动着，所以用这种感情的方式去吸引人，吸引人，我感觉效果足好诶。毋若是伫 YouTube 顶面啦，花西我伊最近搬来台中，我足欢喜诶安尼因为我伫台中因为伊拢会去学校内底去爆米香，互学生食，学生足爱啊，学生足爱爆米香以后，就个甲学生讲台语，就是用新式诶方法。教学生台语，所以咱无论是伫迄个学校的系统内底去推送互即个细汉囡仔台语，还是伫媒体面顶推送互即个一般的大众，我感觉花西拢有即几年啦，就是即两方面拢有真大的影响力。所以今仔日伊会当得到即个咱的台语文化大赛奖我感觉是实在是就是无辜负即个奖啦，即个奖确实是应该爱颁互伊安尼伫遮先恭喜樱花兄啦恭喜花西樱花兄嘛鼓励你继续拍拼继续拍拼咱大家嘛是未来啦我感觉真重要的任务就是咱要安怎甲台语宣传出去安尼愈来愈侪人爱用，大家做伙来拍拼嘛恭喜花西我就先讲到遮，感谢。韩教授迄个请准备奖状嘿，迄个信涵老师，敢会当拜托你甲奖状念者？先讲一下，即个足水的海翁啊，今日有一寡朋友新来，毋知影，即个足水的海翁的图啊，是即个龙光兄因的公主啦，专工为着世界台湾文化论坛设计，足水的安尼即个海翁即个 logo 所来我就来念即个奖状啦，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台语文化大赛奖，感谢赖英华为台语文化为台语文化，迄是迄我即摆小老岁仔嘛代言为台语文化代言安尼好。多谢信涵老师咱即马敢请迄个花西敢会当发表一点得奖的感想？感谢咱在场各位台语文的友志，咱各位老先辈真欢喜有即个机会参大家同齐来开讲啦着即个奖着即个奖真感谢大家互我肯定毋过我无足确定讲是毋是这是一个讲颁互我是一个真应该奖，因为自上头讲19年我开始做一寡影片，我感觉真侪民众来看这影片是因为感觉稀罕，因感觉讲哪会有一个人会晓讲客，会晓讲台语，又搁会晓讲英语事实这咱大家知影讲，这是因为咱即马无一个正常的语言环境若是伫一个真正讲多文化的国家比如讲瑞士即寡所在，你要找着讲会晓讲两个本土语言，搁会晓讲一个英语的人，即款人应该世界满满是才对啦
啊，歹势，我无特别想讲，咱即回着种诶，甲即个着想诶，即个感言要讲啥，我想着啥就讲啥，差不多3-5分钟诶时间，咱当做讲咱安尼面对面开讲安尼，因为即阵仔我诶生活变做是一个full time，就是100%诶时间拢咧做老爸啊，吼安怎讲，就是因为即摆阮某咧上班，阮甲马路口送去日本学校，吼这嘛参拄则信涵老师讲诶话题有一寡牵连，就是我即阵仔拢一直咧想一个问题，就是用台语思考诶人，佫过偌久会完全消失？因为咱看咱在座诚济老先辈，像迄个陈老先生，咱一世人讲台语诶，恁一定拢是用台语思考诶人。毋过其实我家己知影我毋是。我为2019年开始，完全100%，我诶生活当中无搁使用中国语，甲呾伫要死当啊。毋过甲呾我知影讲，我100%台语诶生活过，甲呾我有关毋是一个用台语咧思考诶人。对我来讲，迄段时间已经过去啊。伫我青少年诶迄个时期，互我即个人决定我未来即世人生安怎。因为我伫讲中国语学校安尼规路读起来，我读讲中国语诶册读20外档，我已经无法度甲中国语为我诶头壳内底送出去，就阵我已经4天诶时间毋捌讲中国语，嘛是安尼啊。为着安尼，阮煞落来想要请一个会用台湾话思考诶囝。阮竟然爱甲伊送去日本学校，为着一个无中国语诶环境。吼咱看即个规个社会咧讲台湾话比例，即马是愈来愈低，愈来愈低。你若看即摆诶国小，凡是会晓讲台湾话诶囡仔，也有差不多7%至8%左右。毋过，这是会晓讲哦。你问即寡囡仔，因敢有用台湾话咧思考？我想应该是无啊。我想应该是无。用台湾话咧会晓讲台语诶囡仔，即摆也有。毋过用台湾话思考诶囡仔，已经算是绝种。安尼咱。若是未来讲咱即个语言，虽然讲也有人会晓讲，毋过所有即个语言的使用者，拢是甲你当作 second language 咧使用。安尼即个语言，伊到底有啥物未来？这是我最近咧想的问题。阮实际的作为，就是想要甲阮查某囝请做一个用台语思考的人。为着安尼，阮爱甲伊送去日本学校，日本学校贵松松，阮某就爱足长的时间去上班，我伫厝诶。100%的时间咧款即间厝带囡仔安尼，这是我即阵仔咧思考的问题意思讲歹势，今仔日着唱的即个都效我应该敢像是爱讲一寡较欢喜、较乐观、较对未来有一寡望的话所讲来到就变做袂输讲足沉重这嘛是啦，需要咱大家同齐来思考，看敢有一个啥物解决的方法时间差不多到讲一个较趣味的，就是差不多2个月前，阮走去高雄爆米香，伫主管遐讲有一个嘛是即摆住伫咧美国台湾的乡亲，伊名讲叫做张家豪，伊讲未来若是有机会，想要甲阮叫去美国爆米香，我问讲安尼爆米香机器要安怎过去？你器材要安怎？伊讲迄有钱拢做会到。我讲安尼足趣味，我能租一只 caravan， 有无caravan 后壁拖咧，爆米香的器材。拢囥伫车顶，规个美国甲踅一轮，规个美国甲踅一轮，踅海岸，自头蹦到尾，又搁走去东海岸，规个蹦起来，有无安尼？美国踅一轮，阮着差不多1-2个月时间，拢住伫美国，四界蹦米香互台湾的乡亲，应该嘛是袂歹。若有人熟悉着即个张家豪，应该甲伊参详看觅咱安怎互即件代志来发生。多谢大家。嘛恭喜阿华师吼，咱即马过来要办第2个赏吼，第2个赏是8月20赏，即个赏是要颁发互林撇同团队，颁奖人吼是张福竹医师，张医师伊是现任台湾罗马尼协会的会长，伊嘛有伫高雄医学院开台语文的课，我即马着甲时间交互张医师。张医师，你会使有听到无？有。各位好朋友，先拜大家。阮伫台湾应该是讲暗安。我是张福竹我伫
高雄医学院伫教迄个医学台语吼。我今仔日要迄个发想吼，即个林柏堂牧师啦吼，林柏堂传道伊的理由就是讲，伊最近这几冬来一直在做迄个台文新眼光吼，台文新眼光这是一份教会迄个出版品吼主要是白话字写吼。咱知影讲，即个白话字是即个上帝早来台湾的福音吼，已经是对1860年代到即马已经是超过150档即个长老教会系统一直拢是用即个白话字做即个正式的官方的文献吼，一直到即个1969去互中国国民党甲禁了，所以伫差不多1993吼，即个长老教会就甲即个白话字甲废掉，就改用现代的华文吼。即个代志对台湾来讲，即款代志对台湾来讲，其实是一个足大的伤害啦吼。台湾人自甲当伊一直拢互人殖民统治嘛吼，所以无啥物主体性啦。台湾的一寡文化、一寡价值观、一寡思考，啥物拢是来统治的人互咱的。拢总台湾咱的先辈所创造出来的文化资产，就是敢若白话字尔。白话字佫去互长老教会甲废掉去吼，这讲起来实在是相当无彩、相当无奈相当大的即个损失啦。因为咱的祖先实际上伊有建立出来，咱看较会着的、较有意义的，嘛有实用的，就是敢若白话字这的资料尔。想袂到去互长老教会甲废掉去，这感觉是真伤心啦吼。因为长老教会甲炸入来，结果家己甲废掉吼，这个代志，老实讲，我到即摆还佫无法度理解啦。你若讲是外来政权甲咱废掉，咱就无话讲，咱就较少人，咱也无刀，咱也无枪吼，就去互欺负，去互拍，去互杀，到尾也无去，无话讲。结果是咱家己甲废掉，这我较安怎想，我就想袂通吼。我的老师就是电子语牧师吼，伊捌写过一篇叫做《最有台湾意识的长老教会出着歹子孙》啦。即摆我要讲的，就是我要发这个想吼，林柏堂牧师传道吼，是的原因，就是讲，因为伊伫长老教会内底，大部分人拢无搁再咧使用即个白话字，甚至嘛无搁再咧使用母语不管伊的母语是原住民，是客语，是台语。大部分人即摆拢咧使用华语，包含讲伊伫迄个学校咧教册，甚至讲伫教堂咧牧会，嘛拢使用华语吼。安尼甲咱台湾的现实是有足大的无共。咱台湾的现实就是咱有足侪无共款的族群，无共款的文化，上重要是咱有无共款的语言咱的原住民16族有43种语言。咱的客话嘛有6种的语言，咱的台语上少嘛有内山腔甲海口腔遮尔多元的物件结果大家拢甲单调甲咱留一个中国话这个中国话留起来，我有时会较，因为我是一个医生我会较注重讲台湾的医生的先拜因的传统是安怎。咱的医生的
先摆伫1920年代吼，就开始有台湾文化协会啊，开始嘛有人主张讲着爱用母语吼，啊，看是要用汉字还是用罗马字，拢有人主张吼。啊，毋过咱到即马100冬啊，煞这坚持煞拢一直无去，敢若剩一个华语留落来。啊，我感觉是足无彩，啊嘛真伤心啦吼。所以我也要颁这个奖，互这个碧堂牧师、碧堂传道吼。意义就是讲，伊一直坚持，就爱用白话字，爱用台语来传道吼。啊，伊所伫教会公报内底所编的这个台文新眼光嘛，几落冬啊吼。所以借这个机会，一方面甲伊肯定，啊嘛一方面就是甲咱所有台湾的乡亲时代呼吁讲，咱着爱继续使用咱的母语吼。这是第一点吼。啊，第二点我要表示的观点就是讲，一个语言若敢若会晓讲会晓听吼，安尼绝对是无够格，终归尾仔就是拢无去啦。所以咱一定爱会晓读，佮会晓写，吼，会晓读佮会晓写吼。就那亲像咱学日本话啦，学英语，还是学华语嘛好，咱拢是敢若，咱拢是不但会晓听会晓讲，咱嘛会晓读会晓写。啊，但是咱对咱的母语，敢若会晓听会晓讲就好啊。这点我感觉是足无正确的吼，甚至讲较失礼，就是咱家己看袂起咱家己。咱若看会起咱家己，咱应该会晓讲会晓听以外，搁爱会晓读会晓写，而且搁爱有得写，因为你有得写落去，你才会留落你的语类，留落你的语词，留落你的文献。后摆咱的子孙检采50冬、100冬后，因若发现讲，对吼，咱台湾人爱用咱的母语才好。安尼因要到时要搁读的时，咱留落来资料，因才有材料通好读、通好写、通好学。就那像犹太人去用灭国2000冬，是安怎因到尾啊，复国建国了，因有法度摕到 Nobel Prize， 因为因虽然去用灭国，去互人拍线、四线去逐所在，毋过因的语言、因的宗教、因的文化，拢一直有留落来。上要紧的是，因有留落因的文献。所以咱这先摆啊，台湾人也好，不但爱会晓讲、会晓听，搁爱会晓读，搁爱会晓写，而且爱有得写，这足要紧。你写落，才会发现讲，哦，我有一寡观念我袂晓写。因为我的头壳底台语词有限，啊，你爱去想办法解决，去找资料，去甲人请教。准讲找无资料，请教无材料，你嘛爱有责任去创造新的语词。就是安尼，咱一直累积咱的语词，咱后摆咱的子孙若讲要来读咱的，要继续做咱的母语。因才有材料，有迄个资料，通好继续做落去。这是我上界大的感慨吼。啊，我嘛要感谢，要恭喜这个碧堂传道，伊有做这台湾新眼光的资料吼，得到咱大家肯定吼。多谢，我用讲到这就好，多谢。好主意书吼，迄个咱嘛请摕纠正出来。呀，咱即马吼请迄个好主意书，你敢要甲迄个纠正小可念一下？好，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白话字赏，表扬林碧堂编辑台文新眼光，传承白话字家庭。恭喜！多谢恭喜吼！咱即马敢会当请迄个碧堂牧师来甲咱致辞讲几句话来。我接到。蛋姐，OK 好，你开始，因为我头壳袂记去上。OK，无要紧，你先讲嘿。
我接到张医师的电话的时阵，伊讲我得奖，我感觉这非常的艰苦心，嘛非常的见笑。第二个牧师嘛是我的老师，伊迄篇论文的落尾讲长老教会敢出着歹子孙，伊的结论是讲长老教会的信徒就是一般的人尔啦。啊，台湾社会生到啥物款，信徒就生到啥物款啊。所以家己的文化废除嘛是无要无紧，这是伊的结论啊。啊，毋过吼，做一个有意识的台湾人，我认为袂当安尼做啦。我真欢喜伫加拿大的时阵有去台湾人的教会，所以会当知影阿母甲其他的人。为加拿大转来了，我就伫报社内底做工课。可能因为伫报社，所以才有法度读到以前的物件，拢是白话字。啊，佮有以前伫新行业的训练，我会当用白话字来写，会当用读。做一个台湾人的家长，我讲阮囝爱会晓读白话字，5岁开始甲教，为会晓认车牌开始，教了了后，真正就会晓台语，公报嘛拢读有。最近我来到台中，伫一个教会咧做牧师，我甲阮囝带去，甲4大人做伙，80岁以上伫教会出入的，因看到即本白话字的教材，拢讲啊，30-40年无读啊，非常的欢喜，非常的怀念，讲因要倒去复习。我认为，我深深体会讲，有白话字的传承，会当互祖孙拢做伙斗阵，无世代的继承，这非常要紧。所以，即马4大人会晓用白话字，囡仔嘛会晓。啊，中迄阵的，因为读中国册读济啊，所以袂晓。我在想，即代是毋是家己放弃，重新起做另外一个世代？啊，这敢有可能？我要请教大家的意见。好，多谢大家。迄段魔术你敢是讲到遮？对，是，嘿。因为歹势吼，因为头拄仔迄张相片阮无翕着吼，所以拜托碧玲，敢会当佮甲纠正摕出来，啊，甲迄个福助医师甲撇动牧师放伫 stage，阮要补一张相片。咱多谢迄个碧玲吼。OK，恁拢看镜头，迄个拜托建恒兄，我嘛会翕即张嘿。OK，好，多谢。我阁报一，OK，好，安尼会使。OK，咱第3个奖吼是要颁发比较文化奖吼，得奖的人是张阿天吼。要颁奖的人是陈良光先生，陈良光先生。我即马甲时间交互良光兄。大家平安我伫遮我要用即个咱即个台湾文化赏的时代意义来甲大家思考一寡问题伫咧咱顶边开始办即个赏是2021年嘛咱有办7个赏来2023年伫遮咧办即个赏的时阵，咧筹备的时阵，我会家己问讲到底咱办即个台湾文化赏有啥物目的，有啥物意义所以我是起先我是想到2项啦第1项就是讲咱即马的台湾文化面临长期的危机啦。我先来讲台湾文化，不爱讲台语文化。若一个语言伫
短短的时间，互我来政治、政权甲消灭的时阵，咱即种的文化，敢会当讲，抑阁是咱的台湾文化，这是大家来想的问题啦。所以咱即个2022年，听伊讲是统计上台湾出世囡仔的母语已经毋是台语伫即个时代点咱来办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赏，这是第一站的意义第二站的目的就是讲，咱要来鼓励即个民间草根台语文的工作者，这是啥物款的意思呢？这就是讲，即马伫台湾咧做语言也好，艺文也好，剧场、电影，因足侪拢爱安那，拢爱去考，甲政府请钱咱台湾人拢足相信讲政治若解决，语言就解决一向咱拢安尼，所以咱甲钱拢捐互咧竞选的候选人颠倒咧做文化这个草根文化工作者，因摕到的报赏非常的少，因用足侪的，因若用遐个物件连欢喜去做检测，因会当得到10倍、100倍的精神上也是物质上的报赏。总是因是要选择用台语来做因的这个文化工作所以我是感觉讲，伫即个意义的中间，伫即个第二点的目的，咱就是讲要来鼓励即个民间佮草根的文化工作者因为若是讲台湾人又讲安那呢，食人的饭，还人的问啦所以若是去甲政府要请钱的时阵，伊中华民国伊固定一个政治的含文化的一个走向所以是毋是讲咱的即个纳税金的钱互政府甲咱主导去咱的文化的走向所以是第二点的意义第三点的时代意义我是感觉讲即个因为网络时代的来临所以即个咱社区的观念已经重新界定啦所以亲像咱伫遮，咱来自无共款的国家无共款的年代因为啥物款？因为咱就是用台语来咧讲，所以是即摆变成讲咱咧讲台语社区的人，无一定伫台湾，所以是伫世界各地，咱有即个，因为有即个 internet 有即个网络的智慧，咱变做讲咱有一个新的即个台语的世界的即个台语社区来存在这嘛是算一个时代意义第三个点，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讲即马即个时代是为政治觉醒到即个语言文化觉醒的新的时代亲像今仔日咱办即个比较文化赏张阿天检测咱会想讲，到底是啥物款？是啥物比较文化赏其实我是会感觉讲，我想真侪海外台湾人会感觉安尼，就是讲你离开家己的母文化了，去真正去活伫一个新的文化，你伫生活中你有去比较，我较早伫我的母文化内面是安尼，人新的文化的内面是安那的时候，颠倒对家己的文化的了解，经过有一个比较了后，对家己的文化会阁有较深刻的一层认捌啦。我想确定单位遐检测伊加减嘛是会有即种的认捌对。所以咱即边咱经四个赏第一个赏咱就是肯定讲即个台语文化大赛，其实咱是感谢伊啦，感谢即个阿华西我和阿华西第一面见面是伫走去德北，我含伊完全无熟悉，就含信函特别赛车去，伫遐我要含伊见面的主要的目的是我要送伊一本咱23届
世界台湾文化赢迄本手册互伊，啊，佮送一支迄个台语文化大赛迄支奖章互伊。啊，无拍算吼，自迄天了，我看伊伫即个 YouTube 也好，伫电视台也好吼，伊拢戴一个头巾，啊，迄个头巾吼，下边啊拢干一支即个世界，就迄个台语文化大赛迄支奖章。所以我是感觉讲，虽然迄天阮敢若交谈无几分钟，减才30分钟、40分钟，啊，参加离阮迄个交谈迄个啥物人啊，迄个米啦。嘛已經過身去，啊，迄嘛是算講足少年，佮足有動力的一個台語文化的迄個台語文化的推廣者。啊，所以是阮安尼短的時間了，啊，我佇安尼見擺看到伊的 YouTube， 也是公共場合出現，哦，伊個台語文化大賽，攏掛條條。啊，咱迄個台語文化大賽是定量的，咱有敢若印100支，每一支攏有編號，吼。啊，正講真正有咧執行講掛即支獎章，肯定講，若拄着人來講，好，咱用台語來講，我是台語文化大賽，我想是阿華西即個人，所以今仔日嚴格來講，毋是講咱頒獎互伊啦，吼，是講咱即個台語吼，咱世界台灣文化論壇，吼，咱是代表咱台語族來感謝阿華西安尼。为台語文化來代言啦，吼！啊，第二個賞咱拄則有講過，就是講白話字賞，吼！啊，伊個白話字賞，伊毋是講凊彩講伊有去寫白話字，伊是用白話字做家庭教育，吼！這是真無簡單，吼！除了講台語了後，伊閣用真正用白話字去做家庭教育，啊！起碼而且利用即個機會吼，我會感覺講愛鼓勵講。大家去台中，離介成是中興大學的校區邊啊，吼！啊，伊遐開始去就開始有兒童主入學，吼！有聽伊講，即馬已經有一寡台中區的即個母語家庭的囡仔吼，啊，已經開始迄間教會牧會吼。啊，我這是我一直有一個願望，就是講咱即個長老教會。檢採有一個傳福音的一個新的機會，就是即馬離教會外一大群即個少年囡仔，因即個文化意識覺醒，因咧找無場所，通互因的囡仔去聚會。啊，咱長老教會離台灣千外間，起來設施敢袂當講開放來顧即個囡仔，吼，所以咱若開始有。辦即個兒童主入學，啊起來伊慢慢會大漢啊，來會變做中學生的即個高中生、大學生的即個團契起來啊，啊到尾比較變做社青啊，哦，所以咱就毋免去煩惱講，哇慘啊，咱教會要何去何從啊？了，即個老人若死去了，啊即馬要變做安那，吼，啊所以我是感覺講，這碧洞遐，我想是一個上帝真好的安排吼。啊，互伊會當去到即個台中的所在，啊，擱離大學的校園，遮爾啊近啦，吼。啊，咱個另外迄個獎，咱就是頒互即個，因即擺已經成立即個協會啊，吼，叫做台灣台語路協會。按即個協會性質是啥物款呢？因就是攏是組織即個少年父母，吼，啊用辦。野餐，吼，還是講做伙去參觀博物館，啊，就是即個活動攏用台語來舉行，吼，毋是講佇遐咧教台語，是用台語來咧生活，吼，啊，就減在就講若去博物館、美術館參觀，就去要求講即個導覽員，你來用台語來做導覽，吼，安尼即個中間就是甲台語甲伊生活化，吼，毋是要甲伊博物館化。吼，啊，講轉來到即個張華天得獎的即個意義，伊吼，伊的父母攏是外省人，吼，啊，伊還袂一歲就來到美國，其實伊佇台灣生活的時間到18歲進前，可能敢若2-3冬，吼，
你若讲要伊的认同，咱来讲哦，伊足够讲台语，感谢伊的认同，敢会是台湾人？我还没佮讲较深以后，我嘛无一定是安尼啦吼。所以较顶下检察伊会家己讲伊一寡的分享嘛无一定。毋过我会感觉讲，即个拄啊印证着讲咱即个台湾文化赏的时代意义的即个中间，就讲咱的即个台语的社区吼，已经重新界定啊啦吼。迄变成讲无一定讲是本来是台语族的人会去讲台语啦，吼，即外族的人嘛是会来讲台语。啊，佮上重要一点就是讲，到尾啊，伊的即个对政治觉醒到文化觉醒，即个产出就是安尼嘛，吼，就是讲伊当然伊是我袂当替伊讲话，吼，啊，毋过我会认识的内面，就是讲因为伊是算一个会使讲国地球村的人啦，吼，啊，所以带过足侪无共款的所在，包括讲西班语的世界，吼，讲越南语的世界，吼，讲华语的世界，伫美国的社区讲乌人英语的世界，吼，敢讲台语的世界，所以伊有真深入去体会到，才会比较的无共。所以伊检采讲伊对台湾文化、台语文化才会认识，含咱一般会有一寡较无共的所在，吼，伊无一定正确，啊，毋过伊会当提供咱对咱母语文化的一个吼，更较深刻的一个反省，也是认识，吼，所以就是用安尼啊，我来介绍即个比较文化赏，咱赏互即个张阿天的即个意义。好，多谢我讲到遮。请准备纠正。好。梁光耀，你敢要甲纠正小可念一下？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啊，咱即个比较文化赏，表扬张阿天翻译台语文学和英语世界。我就念到遮吼。啊，因为咱可能来安尼讲，会感觉啊，敢翻译一寡台语文学啊，互英语世界，安尼就功劳偌大。其实若是有理解即个过程的人，吼，因为我有参加有即个过程，要甲咱台语文学翻译做互英语世界吼，迄内面的美角实在是有够侪，包括拢迄地名、人名，吼，包括讲咱台湾话要哪翻做英语，哈，是要用台湾语使还是 Formosan， 吼，遮拢爱有遮历史，因遮历史的后壁的遮意义，爱去思考，吼，所以好，安尼我就甲。咱即马迄个请迄个阿天先生，敢要小可指出讲几句话，嘿。好，大家好。我要感谢陈文成基金会，我要感谢梁光兄，我要感谢台语网甲 LA 台湾会馆，我会当行这条路。我要特别纪念第一代的挑工的台湾人。1950年代、1945年代，特别是陈志雄先生今日拄好是伊的生日，佫有石雪红女士，虽然伊落尾选择要行另外一条路，我要特别感谢第一代和第二代挑工。因毋是第一代写台文的人，毋过因是第一代挑工写台文，第二代挑工写台文的人，才会成败。
我要感谢郑仁伟教授，我要感谢陈雷先生、林俊玉长老、杨文彦教授，以外也有真侪前辈，感谢因带咱行为台湾民主的路。我的经验吼，凡说无特别丰富啦，毋过会使讲是甲大部分的人也是有我会使将我遮个讲吼，共互咱各个友志有道理哦。我本来是咧讲到这无做清楚，我感觉伊可能网络有一点仔问题吼。要紧，顶仔伊也要补充的时阵，咱拜托伊补充。咱即马阿天，你遐网络继续无足顺，你敢有要搁补充？OK， 无咱即马继续吼，咱着第四个赏吼。咱第四个赏是叫做母语传承赏。咱是要颁互一个团体吼，叫做台湾台语路协会。要颁奖的人是陈雷，作家陈雷。我即马着甲时间交互吴医师陈雷。多谢即个2023年世界台湾文化论坛设计即个赏吼，多谢进前几6位讲话的前辈吼，互我想到一则代志，我要讲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赏的即个论坛的背景进前吼，我先来讲一则短的故事吼。我是爱讲故事的人，但是即则故事是真正的代志吼，所以甲即个咱的论坛的工作有关系啦吼。即个故事吼，就是10几年前尔，无偌伫 Mexico 吼，迄个尤肯塔迄个半岛顶悬一个所在，真小的所在，叫做埃亚巴吼。即个所在几千年以来拢讲因当地的话，叫做埃亚巴语吼。10几年前，即个所在剩2个老人会晓讲因的话。即2个老人住伫同一个家啊，但是呢，因为因个人的关系，2个人无相借问，无讲话，真无彩。全世界剩2个人会晓讲埃亚帕的话，但是个人的关系煞无彩，剩的几档，全世界最后的埃亚帕的话，伫最后2个埃亚帕人死进前就已经断去啊。这是一个实在的故事。我感觉甲咱今仔日在做的代志真有关系。好，咱20-30年前，台湾社会的台语的状况就是有耳无喙，侪人会晓讲，会晓听，袂晓讲。或者是毋讲，安尼过一代了后，即摆真侪人变做无耳阁无喙，袂晓讲阁袂晓听。
也无偌久进前吼，咱拢会记着台湾立法院有立法委员用台语质询，吼变做大条新闻，闹甲袂收线。即款诶代志吼，假使伫英国诶国会用英语质询，或者日本诶国会用日语质询，敢会有即款诶反应？当然袂啊！伫英国国会、日本国会用英语、日语，无用即个语言来质询诶时阵，才是大条新闻。所以吼，为即层小小诶代志，咱会当足清楚看到，咱讲话诶能力、权利甲空间，已经受到足彻底诶破坏、侵害。吼，要安怎甲即个语言诶权利甲空间收倒转来、讨倒转来？这当然是毋是轻松，毋是短期咱做会到，会当期待完成诶代志。过去30-40年诶经验，甲咱讲，咱袂当完全靠体制诶力量来完成即项代志，咱着爱靠家己。即个草根的合作，亲像最后的两个阿亚巴人，因着爱讲话，吼，加在咱现代的科技，互咱真好的工具，会当利用现代的科技，咱也会当做真济的代志，吼，亲像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安尼，伫即个现代资讯网络的顶悬设一个平台，开发一个空间，会当用台语自由讲话，讨论台湾文化、台湾人的代志的空间甲机会。咱伫即款的平台顶悬，就世界地球村各地的朋友来讨论咱要讨论的代志，特别是台湾的代志，来比较世界的文化，来欣赏咱台湾的文化。吼，这个咱若坚持即款的方式，吼，轻轻仔来甲台语的能力甲空间渐渐拍开，咱就会当甲咱的语言搁捡倒转来。吼，这个其实。咱即款的工作毋定是安尼尔，吼。咱若甲咱的语言甲能力捡倒转来了后，咱会搁较捡着咱的文化转来。吼，拄则像老教授讲的，语言甲文化是同一个物件，袂当分开的物件。吼，真久以来，咱台语甲台湾文化吼，拢互人藏伫一个真限制的空间，敢若藏伫学术研究、专家演讲，或者是挂扛棒广告迄款的限制的空间内底。希望咱经过即个像即款论坛的空间，咱坚持。用台语讨论台湾的代志，
一骹一步。上尾啊，咱会当甲台语、当时台湾文化为即个有限的空间透放出来，互伊变做咱逐日看会到、听会到、摸会到的物件，变做活的物件。这其实就是即摆现代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甲过来的伫台湾共款的即个网络的平台所会当做，而且我相信所做会到的代志。恭喜今仔日3位得奖的人，甲一个得奖的团队，因为因是最后的阿亚伯人的超紧的力量。多谢。谢单位，多谢吴医师请准备奖状。代表台湾台语路协会来领奖的是领赏的是立璇董立璇。吴医师敢要甲奖状小念一下？世界台湾文化论坛母语传承赏，牵囡仔的手，行台语路。咱要肯定因鼓吹母语家庭的时间，多谢。多谢恭喜迄个即个团体的立璇请立璇来历史。我安尼讲话，大家敢听会着声？会使吼，好，主持人秀婉姐单瑞老师，阁有线顶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台语路协会的理事长董立贤，迄个应该是立贤，嘿，对。好，今日要来遮迄个讲话，其实足紧张的，因为大家等下听我讲话，就知我的台语绝对是听到无介好的。因为阮即代的。就是算是受害者啦，受害者啦，因为阮就是我家己细汉，我爸母嘛无对我讲台语，变倒是生做人爸母了后，才有即个觉醒。毋过今日我毋是代表我家己，我是要代表阮的台语路的团队来遮甲来感谢即个世界文化奖甲2023年的母语传承奖颁互台湾台语路协会。第一个，阮是想要感谢侪先进伫过去足艰难的环境中，艰辛打拼，为阮争取到真无简单的成果。这国家语言法典法通过了后，伊真做一个足有力的基础。虽然离理想阁足遥远的，毋过阮会为就是先进的经验中学习，继续打拼，嘛请大家多多指教。第二个是想要感谢所有无放弃台语对囡仔讲台语的家长。因为家庭是母语传承的基本单位。毋过现代的家长因就是大家真正足无闲，现代的家长压力足大要请养囡仔已经是非常辛苦的代志。伫即个对本土语言无友善的大环境之下，有愿意选择即条无简单的路，有意识的对囡仔讲母语、讲台语，这是需要足大的信念甲意志力所以阮想要感谢遮个人互相支持，同齐向前，至少互台语无完全断伫阮即代。第三个，阮就想要感谢阮家己就是台语路共学团的团员，尤其是有加入协会的事工。伫咧足辛苦饲囝的生活中，又愿意奉献家己的时间、家己的全种的家长。遮个人无咧计较收入的大家共心为母语打拼，拄着问题就积极去解决，袂互相牵拖。
专业分工，主动补位，所以阮一个小小的团队才会使做遮尔济工课。台语路想要做的，就是拄则信涵老师讲的，想要互无咧讲台语的人，尤其是家长开始思考即件代志，愿意开始讲。所以阮用台语办趣味的亲子体验活动，用绘本讲台语，用绘本讲囡仔故啦，用就是全台语讲故安尼，声亲子来听来讲，佮用流行音乐的水准来做囡仔歌，想要互一般的家长啊、教师愿意使用安尼教材。后礼拜六2月25号，阮阁要甲台湾科学教育馆合办母鸡家庭生活节。迄天现场会有20几个为囡仔设计的单仔，有科学的、手工的、生态的、艺术的，佮有舞台节目、音乐会，就是希望会使吸引一般民众，来拍开因对台语的印象。重点是迄天，就是阮这个活动现场是真正用母语咧生活的大人甲囡仔咧主持的，毋是干那为着迄天咧做表演的。这可能是阮的即个母语活动甲大部分的母语活动足大的差别安尼。昨暝阮的即个筹备小组才开会开到半暝2点，这个家长实在是足使人敬佩的。真荣幸啊！当然我嘛是其中一个啦吼。好，所以最后是想要感谢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对阮台语路的肯定，包括讲即摆有大会有颁发奖金，互阮的协会，这是对阮非常实际的支持。阮台语路经过5年的累积，即马有人有经验，有热情有专业，是希望会使透过遮有组织的推广活动、推广工课吼。拍生愈搁较侪人对母语的意识，所以阮会好好运用这个资源，继续拍拼，努力。立宪，感到立宪。OK，我无应该谈着啦，因为吼，咱幕后咱有正恒遐吼，嘛是伊嘛是讲即立宪吼。咱即马咱拜托迄个。必林吼，甲4位得奖的人刷去stage 吼，咱要翕一张团体相。请4个得奖的人吼，会记得开你的迄个 video。阿华西、碧东兄，搁得奖的人，颁奖奖人。颁奖的人敢会伫台下顶？先因4个，较顶下搁颁奖的，好无？因4个先搁颁奖的。安尼嘛会使。你即马阿华西无开 video， 阿华西敢会当开 video？我甲迄个卡梅拉，因为拄只卡梅拉无电，我即摆搁甲拆起来。安尼嘛会使，就是得奖的人甲颁奖的人，得奖的人甲颁奖得奖的人甲颁奖的人拢做伙翕嘛真好。拜托品质帮当阿华西的 video 开了后，来开，天是安那 OK。阿华西的 video 开也袂好势吼。OK， 好，拜托迄个品质帮我翕相嘿。你翕相哦，恁笑者。迄个品质你敢有翕着？嘿，有翕着。OK， 我阁有看到明亮吼，明亮是住伫美，可能嘛有帮咱翕着吼，多谢。咱即马吼，咱刷落去吼，咱要有邀请2000
就是2年前吼，着上着小林吼来讲一寡鼓励甲祝福的话。我知影第一位是理工曲基金会的陈凤辉老师，但是陈凤辉老师伊介绍临时有代志，伊有送一段录音来，敢会当拜托品质来放这段录音？好。秀为主办单位、协办单位列为先进。今年的得奖人有志，大家出头天。凤辉真欢喜听到今年有几若位得奖人通摕到这个奖。颁这个奖真有意义，在奖励多方面推广咱的语文的运动者。除了甲台语文学作品翻译做英文版，互各地更较有机会接触咱台语文学以外，其他几个得奖人会使讲，拢是拍拼落实台语家庭的优质，尤其是台湾台语路协会串联台湾各地的亲子共学团，组织发起一个搁一个的台语消费者运动，包含伫去年底大选进程，鼓舞各级候选人签署语言平权电子书等等，是侪台语家长掠带囡仔的时间芳。分工合作经营的成果，我要甲咱遮的得奖人赞声，也要甲遮的友志说谢。咱继续做伙拍拼，继续战落去，一直到咱的语言出头天。感谢。阿辉吼，嘛多谢迄个品质吼来帮咱放即个录音带。第二位吼，咱应该是国家太空中心的主任吴宗信教授，但是我无看到伊声音入来，宗信教授敢有伫遮？伊有讲要来，伊2天前得奖吼，可能临时有代志吼，伊无入来吼。第三位吼，咱请迄个就是台语文开发的工程师，也是台语博览会的负责人吼，夏米。夏米伊有录一段迄个 video 吼，咱拜托迄个信涵老师来放，好无？好，我即摆来放等我一下哦，吼。来，我共用。大家好，我是夏米，台湾家生物记忆发起者，希望大家继续来到支持。大先感谢主办单位邀请，也恭喜即摆有得奖的友志。即摆奖项真有意义，得奖者呢个人拢是顾台语文咧生活。台语文要搁活，上要紧的，就是逐个人拢伫生活里实践，特别是个人。要伫中华民国实名语教育的环境里，顾台语文生活，差不多逐工目睭闭紧，精神了后，就爱甲对敌相战。我嘛共一样。即摆增加白话字赏，对台语文实践者有大大鼓舞。当咱看会到愈来愈侪少年家伫网络顾白话字普文，嘛愈来愈侪父母教囡仔读白话字。来学台语，嘛有学生伫学校顾白话字写笔记，这友志力量真细，无政府资源通分，社会德嘛无利益，意志线上坚定。咱语文要搁活，定着爱继续甲因鼓舞，嘛爱斗阵行。捡起着奖者，我嘛推荐大家支持2个民间团体。做伙来讲台语，算甲乌妈嘛好无？协会，甲大教台语文促进协会，这2个协会嘛同款需要大家来斗鼓舞。以上，感谢。多谢夏米吼，咱最后阁有一位吼，就是成功大学台语文学系的蒋维文教授，维文教授要来甲大家鼓励祝福。维文老师，好，
主持人秀婉姐，佮有所有线上的来宾，大家暗安早安，大家平安出头天。即届呢真欢喜来遮代表咱两当前得奖者呢来甲咱3位个人以及一个团体呢来做一个恭喜吼。咱即届呢得奖的遮个人甲团体吼，拢有伊独特的即个特色伫的吼。大胜咱即个阿华西呢，伊透过即个媒体即部分来宣传咱台语文，还有即个多元文化，嘛落实伫家庭内底。我相信这嘛是值得咱甲肯定第二位，咱碧东兄碧东牧师呢，伊嘛是为家庭做起呢，为白话字遮做起吼，这嘛是真重要吼。这我嘛要呼应咱碧东兄伊的实践吼，因为我伫厝嘛是囡仔吼。自细汉3、4岁就开始ABC 白话字就开始教，我两个囡仔呢，一个叫做讲台语，第二个小弟呢，本来我想讲，伊若是查囡仔，我要叫做讲母语啦，结果第二个都嘛是查甫的所以我都叫讲母语，所以呢，第二个叫做讲台湾啦，两个呢，我也甲做测试拢差不多呢，就是我3、4岁就甲教白话字拢教甲7岁就是读小学1年，然后伊拢有来考咱成大办的即个白话字检定，两个拢共款拢初级就过，最近拄啊好即个原仔呢嘛拄啊7岁嘛是来考，嘛是拢共款拢会过所以呢，这证明讲咱也自细汉有甲教，台语也顾会起来，书写文字白话字嘛是顾会起来，无问题甚至因两个拢会感觉讲迄汉字足歹学的逐届若要写校的作业拢艰苦坐挂。若罗马字，伊读得足简单的，足轻巧的。像我着拢互伊读即个咱大乐会出版即阿凤仪的即个5度的空间，伊着拢足欢喜读的也是讲遐专了，伊顶多读得足欢喜的。若迄汉字的伊感觉读得足艰苦的。是拄啊好嘛，呼应着咱碧东兄伊的即个家庭教育。第3位。阿天兄阿天即部分嘛是伊嘛是多元文化，有诚侪即个文化的经验即部分呢嘛确实会当来丰富着咱台湾，互咱有诚侪即个真好的即个利益着最后咱即个团体呢，台湾台语路协会这嘛是亲子家庭真重要的实践即部分嘛是进前我嘛是即个伫咱南部有咧推动着即个亲子的部分但是做了诚有限我感觉咱即届台北的即个台湾台语路协会做了诚成功做了诚积极真值得咱甲肯定当然拄则即个夏米所讲着嘛，佫有其他的相关团体嘛是拢真辛苦嘛拢做了真好咱拢做伙来甲因肯定以上呢这是我对咱即届得奖者的一个真肯定，嘛就是真感谢因的拍拼因为咱即摆呢是咧甲时间伫相拼啦，咧拼时间啦拼看是咱赢，还是咱若输去台语就输去安尼，就死迄个袂顶袂动所以咱是咧甲时间来咧相拼好，搁一届感谢3位。即个个人以及一个团体多谢努力。多谢迄个维文教授维文老师即马迄个 stage 顶面有4个得奖者的画面敢会当请恁开 video， 阮甲恁翕一张团体相。立贤搁阿天。阿天是安那变哪小立贤敢会当 OK 好立贤抱囡仔无要紧搁较迄个拜托迄个明亮是迄个品质帮忙翕相敢有迄了迄个品质
我无小因讲迄了，我家己甲恁翕一张。OK， 好，多谢吼，多谢。咱即马吼，咱即马是迄个台湾的时间12:30吼。咱今仔日的颁奖典礼吼，咱就到遮吼正式结束。多谢大家来参加，嘛恭喜得奖者，佮多谢迄个来颁奖的，甲迄个甲因鼓励勉励的人吼。所以咱今仔日的颁奖典礼到遮正式结束吼。我补充一个意见，敢好？好，你胡主医师你讲。遮咱还未结束的呢，咱还佫有现场 Q&A 的人。对，但是迄个因若要离开会当先离开，要佫 Q&A 会使留落来，嘿。好，我补充一个意见吼，就是中信嘛入来哦，中信入来。中信 ，OK， 我先看哇，拜托互中信先讲，怪胡主医师讲，好无？我主医师先讲嘛。迄个中信是太空，伊是太空国家太空中心的主任吼。伊即马吼，因为我熟悉中信的时阵吼，伊打转去台湾咧教册，无想到吼，即10几冬吼，伊安尼愈做愈好吼，逐个拢叫伊火箭伯啊，因为伊伫泰就用台语演讲吼。咱即马请中信，迄个碧玲，你敢会当甲迄个 stage 换做迄个讲话的人？迄个，嘿，迄个，到时你会使讲。各位先生，大家好，我总是歹势，我较晚入来。足欢喜，我想这一届参加这，我想看到大家遮尔热热，大家遮拍拼，大家足甘心的吼。我想大家拢伫无共的，全世界无共所在，继续替咱台语的文化咧继续拍拼，继续加油，多谢。多谢，多谢，5到10你讲遮短哦。对，我讲对啊。你敢要搁小可讲迄个你迄个太空中心，我一日拢有看着恁的开幕感觉足。对，我其实我差不多是2021年8月，我较接即个太空中心主任嘛。过去我的经验就是讲，我阵后出去外口，就是有创立一间火箭公司离校。尾我想的可能是爱推用国家的力量，所以伫迄阵思考了，我来接这个太空中心的主任。真趣味就是讲这太空中心伊本来叫做英语叫做 NSPO，National Space Organization 吼。伊的汉名叫做国家太空中心。其实这我想是伫天时地利吼。人和种种的主管甲客观的环境的配合，小英总统也足支持，佮加上阮本城的即个科技部长吴正中，伊其实足支持，所以阮都顺利就是台湾因2冬前通过这太空发展，叫太空发展法吼，然后佮成立这太空中心伊的设置条例。拄顺序过的时阵，我先不只坚持甲名换英语换做 TASA 吼，叫做台湾 Space Agency。其实差不多2礼拜前，其实美国的国务院阮咧沟通的，伊其实甲台湾看成做是一个有太空机构的国家。其实伫今年差不多4月中，尤其是阮会受邀去美国的 Colorado Springs 吼，有一个叫做太空 Space Symposium， 伊真趣味，甲我差不多15分钟介绍台湾的 TASA， 伊迄个 session 叫做 Emerging Space Nations， 所以其实我想这2-3冬我想伫美国甲台湾种种的关系的主管客观，伊渐渐已经甲台湾看做是一个。真正是完整的国家，什么伫太空这块，以后因国务院的沟通是直接甲台湾的 TASA 直接沟通。那像因即马甲韩国的 CARI， 佮甲日本的 JAXA 共款是即种的运作模式啊。所以当然足侪名分上佮无能够做公开，但是
实务上，其实我想这2、3冬，而且小英总统还佫我想萧美琴大使，种种大家拢有咧拍拼，所以希望大家佫继续支持希望伫未来4冬，咱台湾人用家己的火钱送家己的卫星入去地球的轨道吼。反正以后咱台湾嘛法度用家己的火钱去月亮不过台湾就是算一个诚细的国家。我想迄阵若当去爱甲台语落我是搭到火钱顶悬。这是我的愿望。以上让大家做拍拼。多谢迄个中心教授吼，互咱真大诶鼓励吼。咱正式颁奖是到遮，你若总讲有人有啥物 feedback 吼，你想要讲，你会使举手吼。拄则迄个何主医师敢是有诶？嘿。我有一个建议啦，即卖是高科技的时代。咱爱好好利用即个高科技，譬如讲几冬来，我就一直伫 Facebook 底下写简单的台语白话字。你知影台语你遐写起，伊是机器人伫处理的，伫看，伫处理。伊普通拢会甲你当做迄是越南话啦，一直甲你翻译伊的意思。伊会问你讲安尼翻译你有满意无？你就甲伊讲无满意。1摆、2摆、3摆拢无满意。若足侪人伫写拢无满意。机器人伊会 feedback， 伊会甲迄管理人，就是甲真正的人讲，即个太逐摆拢无满意，这是啥物问题？遐个管理员就会去处理讲，这到底是啥？慢慢因就发现这就是台语白话字。安尼伊有可能会甲机器人教台语白话字，安尼咱利用这个高科技，这第一项。第二项就是即摆 ChatGPT 出来啊，我即几工拢一直甲伊开讲，我有甲伊写用汉字写，用英语写，我嘛有用白话字写。我用白话字写讲，你会晓台语无？伊伫遐想几步，伊讲歹势，我毋知影你咧讲啥。我就写讲你会晓台语白话字，用汉字写。伊佫想一下讲，台语就是汉语的一种方言。台语白话字就是台湾人伫台湾的所在，因用汉字伫写台语的即个口语。我甲伊讲，我用英语甲伊讲，毋对，你拢毋对啊！即个台语白话字，拢总伫亚洲这边有8000万人在用，已经超过150档啊！所以你爱去学这个物件，你袂使啥物拢毋捌。ChatGPT 就甲我回答讲，歹势，我的回答若互你无满意，我真歹势。我就搁附一个 Wikipedia 内底有关台语白话字的 link 互伊，伊甲我讲，真多谢，安尼我会来去学。所以就是讲，咱爱利用高科技。因为伊既然阁是所谓的 AI， 咱就甲正面甲调整，安尼就是，若大家拢安尼做，因就是会去注重咱即个台语白话字，若安尼高科技就会替咱解决问题。这是一个真好的工具，我会建议大家安尼去使用。多谢。咱补充一个回应迄个何主医师的话无？你讲安怎？无，我讲我回应一个啦，我分享一个物件啦吼。OK。因为我有去掠迄个 GPT 嘛就是我有去download这个软体来用啦我就有问伊讲吼，就我即摆秀伫荧幕面顶，我讲请问白话字有啥物文学作品？下面这就是ChatGPT 互我的迄个回应呢。其实伊检采加减看有白话字啦，检采加减看有白话字，你看伊会写讲我的白话字文学无啥物作品就是讲伊的资料库内底可能找无啥物作品啦。我是一个莲花，我毋知伊咧写啥啦，伊罗马字无白话字无遐尔好，但是至少 AI 就是讲
伊减会晓背字啦，但是伊是无甲错误真济啦，袂输咱打开始学尔。所以未来要安怎，互即个类似即种的 AI 的，所以华语讲啥物生成式的 AI 啦，就是伊会家己学习的 AI， 会当讲台语啊，这嘛是我最近即几工咧思考的问题，因为我是大概一礼拜前才登录来算的安尼，这是我的分享啦，感谢。安尼你即个有可能就是我互伊资料了，伊才去学的，真可能，因为我差不多2礼拜前甲伊讲遐个代志啊，所以咱爱做就是你继续甲伊讲，像你即摆伊甲你回答啊，你会甲伊讲啊，你拍的白话字有一寡对，有一寡毋对，你敢要搁改进，还是安怎？反正你著甲呛就对啊啦，你著甲呛，伊就会去修改，修改了尾啊，安尼咱就有去利用着即个工具，因为即个工具 AI 伊若真正有法度完全处理的时，咱迄个白话字所累积的100外档的文献，伊拢会去学着啊。啊，若安尼后摆咱的子孙若要使用的是会加真方便。因为我知影，阮后生伫迄个 Apple 咧做工程师，我知影迄个 Apple 的 Siri， 伊已经有一部分的台语听有啊。像我的 Apple Watch， 我有时仔咧讲啥时，伊会甲你讲，This is the information I found。我就甲伊讲，歹势，我无咧甲你讲话，伊家己会甲你回答。你看，伊搁讲啊，我即摆看到 AI 啦，利用 AI。多谢辅助医师吼，辅助医师咱即摆迄个Ohio的林玉虎医师有举手吼，林玉虎医师嘿，林医师，伊是精神科的医师嘿。林医师，你爱开你的麦克哦。林医师，你爱开麦克。OK， 安尼好，安尼有听诶吼。好。听到。好，我是咧头早咱有咧讲即个台语生活化啦吼。互我想着讲，迄咱嘛会当伫美国参款，有迄个 Japanese Town， 还是 China Town， 内底。迄个看板拢写中文以外，嘛搁写英文，所以咱若有找一寡讲有同款心情的人，业者来讲，因的即个看板嘛会当用台文，无当去因的 menu， 因的即个菜单嘛会当加即个台文落，互咱生活确实会当去接受即个台文安尼。我是讲菜市仔咧卖菜，几项仔菜搁台文写，这是我一个fantasy 啦吼，毋知恁台湾咧毋知想啥款安尼吼。OK， 好，我顶下看有人要回应无，但是即马另外一位麻醉科林医师嘛举手。好，请迄个林秘书，我有代志咧甲你联络，你会当甲你的迄个 email 啊吼，传互我无？就是叶副医师嘿。好。OK， 迄个我会使甲林医师的 email 传互你，无问题。因为副医师伊就是写迄本迄个台湾人迄个斯德哥尔摩的迄个症候群嘿。所以就是迄个我要甲请教啦嘿，感谢。好。即马请李医师来问问题，李医师。李医师，你无开麦克。多谢吼，即个何教授，我希望伊有参与联络吼。第二，我即马是感觉吼，我讲台语讲82年吼，但是对台文还阁无研究。我最近是对台音小可有研究。我的想法是讲，台音有音乐性，有物理性。个真合理，真简单。若用台音，你英语嘛有
迄个国际音标，嘛有 Webster 音标。我感觉白话字啊甲汉字拢会使用我的标音来注音。其中的目的之一，就是讲要互台湾以外的人，互世界要学台语的人，还是讲将来，咱从台语若用国际音标甲注音，等于讲放伫保险柜，永远的保险。因为台语真简单，用24个国际音标，就注甲标音标甲非常的清楚。这是我最近的发表，我开始有想要分享互人听。我相信一定有足侪人无同意但是这就是互相研究迄个你意思，敢会使有一遍，请你来分享，因为我今仔时间较有限，好无？好。我即摆搁讲2分钟就好。好。我的意思就是讲咱汉语、台式汉语、台式汉字，应该是接受是咱的台湾字。譬如讲，阮翁、阮后生、阮某，这是台湾话，这是台语。啊，咱逐个人这种为恁做的作品，真侪拢写汉字。啊，咱的名拢还阁写汉字，所以你要将这个白话字来传承台语，这是真伟大，我真赞成。啊，但是我感觉咱文化台接受汉字较紧啦，因为即马台湾人已经100%会晓讲看汉字，甲改做台湾音就是啊。汉字甲改做台湾音就是汉字，这较紧。要救台语，感觉安尼较紧啊，佮另外一点就是讲，即个花师，我感觉你已经用台语咧上啊，真够佮另外一点就是讲，我希望阮妹妹是真虔诚的迄个中乐教徒，我家己是台湾草地佛教。我感觉咱即个要推行台语咱当然是中乐教会的贡献非常伟大，非常伟大。但是咱这个 approach 希望台湾毋捌听过白话字的人，是台湾的道教、佛教的人，有人拢会加入咱的阵营。我感觉这点是真要紧的一点所以我感觉这是从 grassroot 要救台语的其中的一个方法真多谢。谢你意思毋知有啥人要回应其他有问题的人嘛是会使举手咱会当咱 meeting room 会当搁开超10分钟啦，所以恁若有啥物问题，恁会使举手。恁若阵我知影台湾足晏，所以你也感觉讲你要休困嘛会使我有看到吴医师举手。这个问题请教大家听讲有要出版这个台湾版的 Chat AI 毋知有人有较小可有这个关这方面的资料无？听讲，你人会当回答这个问题？中央政府有咧做，毋知是中研院还是中科院，毋知倒一个。迄可能吴教授较清楚嘿。我简单补充一下迄个国科会主迄吴正中，伊在3工前，今仔拜5，拜3、拜2我袂记。伊有早起有一个新春的记者会，伊内底讲，咱要家己做台湾的迄个 GPT 啦。应该是我一个朋友，伊对威斯康星转来咧主导伊叫做我去名先莫讲，伊是阳明交大老师啦，伊迄嘛是较早遐台湾同学会，因可能看要年底进前会当先推出一版无，若无因为中国后个月因就杀出简易版的，迄对台湾的，我即马先莫讲是台语也是中文的代志，迄对台湾的冲击会足大足大的。你若是完全到尾若是因台湾无家己的一个版本伊出来物件拢是独裁的，这对即摆囡仔影响会足恐怖的。而且伊即摆当咧行，所以台湾伊家己
可能今年会家己出家己的版本，啊是我一个朋友，好朋友伊可能咧主导即个计划啊。以上。我是感觉这后来会变做原住民的这个统战的工具啊，足可怕，足可怕。这冲击就非常非常大，足大。像阮迄一个老师，我补充下，阮迄老师伊顶礼拜伊做一个实验吼，伊迄专业啊要等一个学术的国际会议吼，啊伊的因为是迄个 abstract， 若写摘了尔，啊伊全部用这个 GPT 写，已经接受啊。就是讲伊咧写 introduction 啥，即个物件你甚至比一个教授写来更较周照。啊，当然，你若是内底讲着结果，伊就较无法度，伊佫无法度思考啦，伊无法度推导。啊，但是伊对一寡知识性的物件，伊比即马任何一个教授咧写一个物件，伊考虑了非常非常的周照。像我咧写物件，有哪写专，有哪你会当东西吼，啊，伊迄是非常周照，但是佫无推导的能力啦，所以佫无 derivation 的能力，啊，可能佫无法思考，但是其他的。这个冲击足恐怖诶，以上。啊，咱有可能伊互台湾版的嘛有会晓看台语，敢有可能？伊即马是无想，但是这其实嘛有可能，伊共款的 algorithm。我迄个朋友，伊若差不多因做一阵了，我会当来甲伊讲看下。伊其实啊，但是我想，伊一寡动用的人力可能都毋是。初步我都毋知伊遐做安怎，但是因为这种生成型的 AI 啊，吼，伊咧学语言，其实比一般人咧学啊，吼，还是讲传统的需要大量的语料库迄种方法。我听资深的朋友讲，敢若加足简单的呢，就是讲，嘿，所以其实听讲无遐困难，可看有法度。我去甲试安尼啦吼，即摆用罗马字还是汉字来search功能啦吼。例如你用白话字去甲 search 卤肉饭，哈，含过用汉字去甲 search 卤肉饭吼，有两个无共款的结果，因为用罗马字 search 的人少，所以你 search 出来的时候，你会排较头前，会较简单。我即摆是还袂去试 GTP 啦，就是讲普通的，啊，而且佫毋尔干有相片出来，佫免哪做，佫甲你教，所以我是鼓励讲，咱即摆大家。会晓白话字的，尽量用标准的白话字去 search， 因为吼，咱若讲看即个量吼，你若讲按这个时间点落来，咱正式写的白话字变做讲有足侪文献伫遐嘛，吼，啊，所以即摆若是讲咱白话字较侪人去 search， 伊慢慢啊，即个 AI 咧学会真紧啦。啊，当然我无反对用汉字去用，毋过就是现实上就是有即种的问题。你用汉字search有可能去走去中国的网站，哈，这有这因端伫内底，来，迄卤肉面咱会偏着，会偏着，佮送一碗去互你食。另外一个问题，讲即个 Chat AI 就是讲吼，伊是毋是会当像讲中国版的啊，甲台湾版，伊是毋是让即个创作者吼？是毋是会当超工放错误的即个 information 入去啦？吼，变做人之间的即个工具啦，是毋是有即个可能？就有可能变一个文化的战争哦。嘿，对，语言以外，就是迄个 content 本身吼。哦，咱内底毋知讲有人对即方面吼，佫较内行诶。咱会可能来请迄个 Meta 迄个单评人，佫来讲看卖单评人，吓，咱来请伊来，吼，看讲若这台语要安怎做，对咱较有利，检查因有一寡想法。啊，迄个张医师，啊，恁后生伫阿婆遐，看会当来请来，有人来贡献一下啊，请来论坛贡献一下，啊，敢会当邀请会着？伊讲无方便啦，因为因敢若有啥物契约啊啥吼。即摆就是要互大公司白条条对啦。嘿，我捌甲问过啦，伊讲伊无方便啦。顶回吼，即个单评你嘛有来啦吼。
伊是讲用一个方法是诚好，伊就是讲工程师吼学台语的经验啦。所以伊是无讲伊是伫迄个 Facebook 上班，毋过伊阁去邀请一个台的即个伊的合作人吼，来分享。所以伊是无讲伫倒一台上班，毋过因会当针对因的专业知识来分析，无讲因公司的代志。检采你用安尼甲讲看卖啊，嘛是看因会使无安尼。应该是因若是去有甲公司申请嘛是会使的啦，但是迄个手续吼较麻烦啦，伊若无希望引起一寡额外的困扰啦，即马感觉有啥物人有啥物问题？我知影台湾已经伫要1点啊，真歹势嘿。呀。我会当针对迄个拄则迄个林艺术兄吼，咧讲的迄个用台语做品牌的这个吼，其实拄则迄个阿花师吼，因可能伊几下款，伊下面弹手这13台湾搁伫遮吼，我感觉即马上好的方式就是讲 T-shirt 还是无啊，遐个 logo 用台语来写。所以因即摆已经创造一个叫做大罗证书的品牌，是毋是？你敢无方便要来讲一下？讲恁的西装，即个设计，品牌设计。你叫啥物人？就是即个阿华西因牵手。叫啥物名？我来发。大家好，我是13。OK。哇，安尼大家好。对。歹势，即摆囡仔咧困，所以讲话较细声。阮这无算一个品牌，只是阮家己私底下去找一个专业的设计师，来设计即领衫。阮上主要起源点吼，是因为阮时常伫无共的所在，看到阮有兴趣的议题。阮拢会用台文落去留话，有一寡敢若会晓写中文的人，就会来甲阮讲台罗警察，是台罗证书，又搁来乱啊，抑是啥？阮想讲既然安尼，恁知影阮是啥物款人，阮不如就甲即个名收落来用。当做是阮家己认家己人的一个标志，安尼。我想了一句话，你先互我念者。无。台罗啊，台罗证书又搁来咯，你敢知我念啥？这是人甲你讲的，是你家己讲的。伊家己想。迄敢是 AI 讲的。这是阮当初是想要做技术衫，技术衫的力量呢。要开 video 一个，互阮看到你技术衫。我知影今仔阿华师有穿啦，但是你敢会当搁互阮大家看较清楚诶。已经真爱过。video 已经搁无电啊，是无？我电脑禁起来。你电脑禁起来 ，OK， 好，无要紧。以后有机会请你来分享恁的产品，无定嘛有人有兴趣，嘿。我有一个。有，伊即摆穿出来。咱会使甲伊转他，就是讲你会使直接甲看。伊就是证书嘿，你大有看到吼？看到。迄个阿华，你敢会当讲话？安尼你会伫我的荧幕，我甲你迄一张相。安怎？你讲话的时阵会走去我的 screen， 对，我即马就是你继续讲话，我要翕相。一人衫是567，台罗证书。台罗证书嘿，
伊呀，有诶哦，是安那是安那乌较细汉。呀，OK，好，呀，真好，嘿，有台湾语。阮有迄着，嘿，多谢分享。啊，恁敢有恁的成员拢有穿即领衫着着，嘿。啊，无，就是阮两项仔某尔。阮较早咧设计时，阮是按算讲规台湾应该差不多卖200领出去，毋过佮当差不多卖20领尔。卖错别。我讲啦，台语你战术我买一领。王美芳是煞来卖即领衫。你来美国卖啦，嘿。啊，加拿大嘛爱去，好，迄加拿大迄托伦托一定爱去。因为即阵啊，阮伫甲一个网络的平台合作的，啊，有人订，因才会去家己做出来，啊，所以阮遮是无欠货底啦。嘿，啊，大家拢会当为网站观点去甲买落来，啊，家己去卖。恁迄个平台吼，伫美国敢会当订，还是讲一定爱当台湾订，爱对台湾寄？这是一个好问题，阮也无去研究。无去研究，嘿知因有寄美国，无寄美国。啊，若是无，就是当就是汇款互阮，啊，为阮遮落单，啊，阮遮寄过美国，安尼嘛是一个方法。你有人处理这个工作呢？应该是美国即种平台嘛真侪啦，吼。啊，会当试验看觅啊，嘿，我较来研究看觅，我看恁即个若有吼，恁会当，恁敢有限定讲，恁来伫即个平台就袂当伫别个平台搭。上主要即马即个图的版权也是伫设计师也毋是伫阮遮，意思讲嘛是爱设计师伊的意愿感觉啥款，若是咱遮伫美国咱台北人乡亲统计者讲有够一个数额啊，来甲设计师讲看卖，伊互伊若是透过网络甲美国遐网站来去直接讲伫美国遐生产，我想应该嘛是肯啦。安尼不要紧，安尼今仔日真好，咱即个平台真好。就是讲，你做一寡恁感觉讲迄个白话字的 narrative 吼，啊，阮后生是专门咧做 branding 的，吼，啊，伊家己嘛有伊迄个平台伫遐咧卖伊的迄个卖伊的衫，卖伊的物件。所以，假使恁若是感觉讲有几个感觉讲较值得讲推广的 narrative 吼。迄款创意吼，你来我请伊替你设计，啊是请伊替你找平台，嘿。呀，迄个我看阿华生做忝啊。啊，会当免费甲你 service， 因为你太甘心诶，啊无伊咧共做免费做贵吼，啊这有意义诶代志，我拜托伊看会当做免费诶 service 无。我袂当替伊，我袂当做决定啦，我会当甲顾钱安尼啦。若是我认为任何的专业拢是有伊的价值伫咧啦，啊，所以阮嘛卖，因为阮做台语的时工吼，台湾话的时工嘛无讲真正有咧免钱工作的，因为这是一个市场啦，啊，咱袂当去拍歹，甲即个市场拍歹，甲即个行情拍歹。所以即个 narrative 上重要啦，要做这就是讲迄个后壁迄款迄个论述吼，上重要嘿。对啊。我即摆看到阿华师吼一直咧下戏，我相信台湾的人足忝啊，已经1点啊，啊，所以咱即摆台湾的人伊也准讲要离开会使吼，啊，我相信咱今仔日节目嘛差不多到遮，我即摆甲录影停起来吼，啊，你若准讲有要后礼拜的迄个。后礼拜的活动是228吼，后礼拜咱要纪念228，啊，所以即摆就是讲咱迄个时间无共款吼，